你从那边量。这样嘞，对，那过来。哦。量过来哦。这个木头的胸径40公分。嘿。然后我们这边就会有编码。嘿。6至26。对。我们做个记录，看跟2年前的木头，它的胸距有没有长胖一点。啊，你讲2当3当就爱牛一届。对。所以以前应该就是嘛无遮热。没有，以前没那么高。所以我们需要这个测树高的一个测量器，一个高度就是1米。然后从这底的基部开始，然后一直往上拉，拉到上面去，看木头到底长多高了。300咯。哦。对。哇。对。哇。我这世人吼无牛过遮热的物件，竟然就是树啊！我已经看无迄个头伫倒位啊！啊，你细汉的时阵来，伊差不多偌悬啊？哦，我们是从幼苗开始长嘛，那时候30公分。啊，为30公分哦？对啊，弄到现在已经超过12米了。30公分到12米呢？超过12米了。哇！对啊。不是说木头长了它就会自然长，还要去靠人工去照顾它，去砍草啊、修枝啊。